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明。今日国际上有两大消息要和观众朋友做伙来讨论吼。第一件代志是美国大选年，民主党是虾米人要出来挑战共和党的这个 Trump 咯？因为这嘛牵涉到咱讲的台美关系，甚至是台美中三方的这个关系，所以咱等下好好来讨论一下。尤其咱讲这礼拜超级拜日啊，就是美国民主党的这个初选，原本民调正好的这个 Sanders 说好 Joe Biden 来约过去啦吼。当然，这嘛是牵涉到讲 Sanders。唔是传统的民主党人，然后党内嘛有济人伫咧主动，所以咱等下好好来讨论。现在民主党党内有遮尔济人吼，怨恨着 Sanders 啦吼。另外嘛讨论着 Biden 甲 Sanders 两人中国政策对台政策的大比较。民主党虾米人会通过初选甲 Trump 来做一段比拼啦吼。另外一件代志就是咱讲的另外即个台美关系哦，是 ING 啦吼。咱讲 Taipei Act、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啦吼。伫即个保护即个状态之下啦吼，因为过去咱讲中国处处咧打压咱台湾吼，这回美国终于通过这个法案，对咱台湾的关系到底是啥物？尤其蔡总统嘛感谢着美国 Trump 政府啦吼，美国大选年这一点拢值得咱好好来观察。接顶，咱邀请到三位来宾，第一位是咱的老朋友啊吼，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宜中委员，大家好。第二位嘛是第二届来咱的这个节目啦吼，伊是台湾美国的留学生天玲，天玲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你好。伊昨吼嘛拄登一张票啦吼，是透过这个 fax 的方式来登票啦吼。另外一位咱要邀请到咱前无人所以大赛美行子。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哦，首先啊，咱就是三位拢对这个美国真有这个感情嘛吼，甲这个关系真好啦吼。啊，尤其咱讲这个天玲是对美国来咱台湾。遮读册啦吼，昨即个美国的初选，伊本地住伫加州啦吼 ，California 即地有415张即个票啦吼，啊，你过去嘛已经来讲吼，你登记是民主党的即个部分啦吼，所以你做即个选票的时阵，敢若使登民主党的即个部分吼，先甲咱小解一下吼，你登票是透过什么方式啊？为什么你要登这张票？本来我是打算透过迄个送一张票来投票，是，不过。加州我唔知是白旗子还是有啥物问题，不过我拢无接到伊的票，所以我国不之中都爱去帮助学在一个暂时的选票，是所以我早上再去都去迄个 7-Eleven 为了用迄个 fax 是传到加州。所以这张票对你来讲是啥物意义？对我来讲是有伟大的意义，因为我最近几个月唔是每一天，不过我定定早起是，因为我最近弄得休假，所以我拢用线，所以我早起是用透过网络的系统来打电话给加州人。尤其是讲中本的人，是该投邮票、催票就对啊。嘿，为了支持上的事。是，是安来支持这个 Sanders 咧？应该这个问题真复杂，有真济原因。不过简单来讲，唔单单是伊的政策，应该讲是伊的政治理论，就是讲把个候选人，因是讲你爱支持我，安尼我会当互你做甲真好，因为我真巧，还是迄个 Biden 是讲我要为着美国嘅灵魂来拍拼。是，不过上的事是讲，唔是我，伊个口号，伊个口号啦吼，口号就是唔是我是咱，唔是我是咱，是咱爱做伙来拍拼。安尼才会使有更较好的比例。我是感觉其他的参选人，伊无遐尼理解即马美国人的艰苦。不过Sanders，伊真正了解。是，所以嘛吼，这个美国的这个少年人吼，这个支持度啦吼，伫 Sanders 这地真正看会出来，真正支持度是真高的吼。不过咱讲到本地哦，是安怎民调伫咧 Sanders 家啦吼，会当赢遮济，但是最后这一回啦，咱讲超级拜日是安怎尾啊吼 ，Joe Biden 会倒赢真济啦，尤其咱讲的这个 Texas 遮嘛是一个关键这个选区，咱先做来看讲新闻的片段。
night. It's a good night. And the scenes be getting even better. They don't call Super Tuesday for nothing. 前副总统拜登伫咧民主党总统提名初选，超级礼拜二即天摕到9个州，其中包括第2大州德州，也反等于本来落后的形势。即马伫党代表票以566票赢过桑德斯的501票。It's good to see a strong, stable candidate that's not shouting and crazy, and we need some sanity in the White House. I think we're all fed up with that, and I don't think the answer is to go from one extreme to another extreme. I think Joe's got it. 民主党总统提名初选，就喺咧3979张党代表票内面摕到1991票，即人伫咧7个党代表大会得到提名。超级礼拜二这5场战役关系到14个州，超过1300张党代表票，正重要。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虽然只敢摕到4个州，不过又摕到第1大州加州，又还是摕到382张党代表票。Cannot beat Trump with the same old kind of politics. What we need is a new politics that brings working class people into our political movement. 参议员华伦连家己的家乡满州拢保袂牢，输甲真歹看。那跳过前4场选战开幕1比金美山总统的好野人彭博，无赢半个州，竟然赢一个小地方，美属萨摩亚。伊随宣布退选，讲要支持拜登。办作会前总统奥巴马副手的拜登，得到真侪非洲的加西班牙的选民的支持。另外，亦有真侪对现任总统川普不满的高区选民也支持伊。伫超级礼拜二举行进前宣布弃选的布塔朱吉、克罗布查加欧洛克，拢表态支持拜登。温和派势力整合，也和拜登的声势欠悬。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到这个 Joe Biden 吼，会当这个倒赢这个 Texas 家吼，对伊的意义是实在真大吼。咱嘛有经历到一场投票吼，这是这个 CNN 甲咱下晡3点这个06分的这个上新的这个资料吼。啊，目前这个 Texas 吼228张这个党代表票了吼 ，Biden 是摕到81张 ，Sanders 是72张了吼。这个 North Carolina 吼，则是有110张的这个党代表票，啊，才有 Biden 摕到65张 ，Sanders 是35张，然后毋过上大州，咱讲的是 California 遮吼，遮就有415张的这个党代表票。当然，咱讲 California 遮吼，这个开票的结果爱搁等一下吼，尤其这个开票的这个有人讲，这个天灵头拄仔嘛讲了吼，这个排队咧投票的人实在有够侪啦吼，所以这个结果可能爱搁稍等一下，但是咱看这 California 遮吼。过去拢是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大票冲啦吼，啊，咱等下再搁请教你，咱先请这个委员啦吼。安怎来看讲？咱头讲到这个民调 ，Sanders 本地是这个赢面吼，但是咱看到这个 Joe Biden 咧用这个起步的这个效应啦吼，啊是咱头嘛讲到民主党来吼对 Sanders 可能小可有意见，因为较左派这部分，还是讲伊较激进的部分嘛，受人家这个批评啦吼。啊，委员你安怎看咧？我想吼，当然这 Super Tuesday 咱讲迄超级迄个拜日吼。伊本身实际上对即个较有全国性组织的即款的候选人，是，也是讲迄个伊的即个较有全国性知名度即款的人吼，算讲较有利，因为要排家组织排出来，要拍这组织战吼，咱来讲，这 organization 不加重要，啊，这 organization 啊，甲伊的即个钱吼，就讲咱讲伊的迄个 resources，即个所在的迄个资源，实际上会甲，也是讲伊开始赢吼，即个 momentum 讲，就讲。咱会按你个教伊的即个势，就一定会过来。是，所以变成讲，迄个超级迄个拜日吼，本身来讲，对真侪人，算讲是真 critical， 真非常重要，爱赢即个物件。啊，即摆来看，就讲迄个 Sanders 即届所咱讲要赢，但是到来无赢吼。是。刚刚亲像是讲，照拄仔电视所讲的，有诶，即民主党内底即摆有一个气氛是讲，因一定要甲迄个创甲泡败，啊，为着要甲创用个倒吼，要甲拍败，啊，伊感觉要选一个吼会赢的啊，无一定是讲因上喜的，会赢的即款迄个候选人。
所以这个的确是内底有人吼，我是感觉讲，你会当讲这是民主党这个主流，还是讲保守派吼？是。伊本身是感觉讲这个 Sanders 过去伊算讲伫美国这个社会内底有一个感觉讲，这个人对共产主义较同情，吼，对社会主义较倾向吼。是。啊，美国本身甲迄欧洲来讲吼，美国是比欧洲更较算讲保守的一个社会啦。欧洲来讲，对因来讲，算讲自由派的物件；对美国来讲，这已经变左派，会叫共产主义吼。所以讲，因对迄 Sanders 这款的这个政治这个 political spectrum 吼，算讲会认为讲伊是较极端，吼。啊，因为安尼，感觉讲 Joe Biden 伫过去算讲徛伫民主党传统的这个中间这个立场，是，所以认为讲也是这款的这个人吼，是会当可能会当赢，因为伊认为讲也是讲找这 Sanders， 都讲伊毋是讲所有的人，都讲有部分的人，也是讲主流的人是感觉讲找 Sanders 出来吼。实际上，共和党内底无法度忍受这 Trump 迄款的人嘛，无法度来投 Sanders，所以伊是希望讲，因为用这款的方式，就讲 Biden 出来，伊起码会当去收迄共和党内底较温和这款的派系人，中央路线的人。对，所以讲会当甲因斗阵做伙，甲这 Trump 用得到。所以这嘛是一个意义伫啦吼。另外咧，咱搁请教到天灵啦吼，头拄仔你讲，你透过这个 7-11 fax 的这个方式啦，来去投票啦吼。咱先带大家来看讲，美国总统这个初选吼，其实真无共款啦吼。咱讲台湾啊，会当是做这个电话这个全民调啦吼，但是美国总统初选，就亲像这个一般的这个选举共款吼，大部分的这个选民会去这个投票站投票啦吼。啊，有一寡州咧是稳准着这个选民拢参加这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这个投票的这个初选啊，是属于这个开放式的吼。啊，毋过咧有一寡这个州哦，敢若稳准着这个党内人士这个投票啦吼，是较封闭的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咧有一寡州是无属于两种方式的，有的是这个一半一半啦，啊有的是这个小蓝调的啦吼。啊有一寡州是未投票的啦吼。啊州党部啦吼，嘛举行着内部的这个党团会议，啊选民会斗阵做伙来辩论啦吼，啊尾也选出着一位候选人。咱头拄嘛讲，这个赖委员嘛讲着吼，这个 Super Tuesday 啦吼，是这个50州内底14州吼，这回是有14州来同时阵来投票。头拄咱讲着加州 California、Texas、甲 North Carolina， 佮有这个民主党吼，伫遮。若是你摕到这回啦吼，若是你摕到1/3，差不多是这个1900外票啦吼。这个票数吼，就差不多是稳赢啦吼。另外咧，咱讲到这个通常伫咧超级拜二了后，就当看到输吼，像赢像输啦吼。但是这回咱嘛看到这个分裂投票的这个部分嘛已经有出现啦吼，所以嘛影响到即阵的这个部分啦。咱继续来请教这个天灵啦吼，头拄仔你讲到这个你加入这个民主党的这个投票啦吼，啊其他州你的朋友也是讲你的这个。新区边的人，因是安怎投票？亲像咱头拄讲有开放式的，啊，嘛是敢若稳准着党内人士来投票的。有啥物其他的情形无？阮捌甲我朋友问伊是安怎去投票，不过我感觉这嘛是真重要的代志，因为咱若爱等遐尼久3、4个点钟才会当去投票。这一定对迄个结果有影响，系啊，因为你爱想是物款的人有时间通等遐尼久去投票，这是真重要。搁再讲，迄个爱等遐尼久的所在，大部分拢是伫较无钱的所在，较山送乡较山车，较山车的所在，这嘛拄好是。Sanders 支持者较侪所在啦吼，这嘛是影响到因投票的意愿吼。啊，前人在排遮长啦吼，就是为着要支持 Sanders， 但是若是这个因素影响到这个伊的支持率，这嘛是买手会当好好去讨论。继续，咱们来请教美行子啊吼，就是咱头拄仔讲到。民主党内真侪人怨愤伊即个 Sanders 啦吼，因为过去伊较早是即个独立的即个议会即个人士啦吼，买手才来加入去即个民主党内底啦吼。啊，即个因素嘛吼，侪即个民主党内即个人士，头拄仔讲到伊即个路线即个部分啦吼，适当前伊嘛是安尼的方式，哦，即个 Hillary 赢去啦吼，但是有人讲是互做掉，你安怎看咧？我看即个Sanders 吼。伊即马现在伫美国，因为伫美国即马川普吼，伊嘛公开讲美国社会是无法度接受社会主义啦。
这个拜登嘛是安尼讲，是，吼，所以伫这回的选举的是这个这个 Super Tuesday 吼，伊结果这个选民因即摆想的就是敢若想要拍倒川普呢，是，吼，所以敢若想要拍倒川普，拍倒川普这个 Sanders 其实。伊有人讲伊是共产主义，伊的蜜月旅行是去 Moscow， 吼，对 Castro 伊也表示同情，吼，当然伊互少年人有真大的期待啦，吼，毋过即个缅甸是较温和，加即个民主党的即个前较大的温和派吼，就较中间派吼，所以即个搁一项就是 Hillary 也有公开，伊讲袂使支持即个 Sanders， 伊讲若支持吼，讲会分裂啦，吼，所以会使看出讲，遮拢应用搁一项当然，遮退出的 candidate 吼，拢来支持即个 Biden 吧，这拢应用着遮会集中遮的票来支持即个 Biden 啦，所以嘛，正做即阵。目前领先吼是这个拜登啊，毋过这个选举也阁有这个时程爱行啦吼。是啊。是，所以咱先来看讲，啥啊？即阵这个拜登会赢啦吼。头拄啊，咱讲有这个较有这个潜力的这个候选人吼，有本早有这个足济啦吼，但是伊退选了后，拢改支持咱讲的这个拜登啦吼。咱看到这个 Bloomberg 啊吼，这个前 New York 这个 City 这个 Mayor 吼，前市长，伊是讲吼。过去啦吼，投入去真侪钱，落去做这个初选吼，但是伊前4道的这个初选无去参加，所以即回咧，敢若赢一州啦吼，所以伊伫退选的时阵，颠倒来支持拜登吼。另外这个 Warren 啊，这个部分啦吼，伊是这个 Massachusetts 这个联邦参议员啦吼，立场较极端啦吼，支持度嘛较低啦吼。但是咱头拄仔嘛看到伊有赢这个一州啦吼，但是这个部分，这两个候选人都已经。out 住啦吼，尾手咱就讲到 Sanders 甲 Biden 直接做一寡竞争啦吼，但是咱头拄讲到，这个 Sanders 过去个美国这个主流社会对这个社会主义可能认同上吼，可能嘛是还佫有一个想法上还佫去增加这个部分，咱等下嘛好好请教天灵啦吼。所以这个 Biden， 但是伊嘛是有家己的因素伫啦吼，亲像甲这个中国因素是徛较歪的这个部分，还是讲过去这个伊这个副总统的时阵啦吼，甲这个。奥巴马遮个立场较相歪，甲中国政策遮啦吼。咱先请教委员啦吼，就是安怎看讲，这个 Sanders 伫咧进前嘛有公开讲吼，若是中国要出兵来拍台湾啦吼，会伫挺台湾这个部分。过去伫咧正月初的时阵啦吼，伊嘛伫伊的这个 Twitter 头顶，伊嘛有打一篇这个大文啦吼，就是讲伊看到咱台湾的这个情报系统啦，伊讲咱台湾做会到，像美国做袂到啦吼。甲台湾的这个情绪，因为咱讲这4当来。共和党的这个川普起来，互咱过去的这个印象，是咱即种这个政治工人会当徛伫美国徛起来讲对台湾这个关系吼，互咱改变对伊的这个想法啦。这台湾人是安尼啦吼，所以咱讲伫台湾人伫这个情绪之下，是毋是甲川普甲是讲 Sanders 遮吼，有的人就是较往 Sanders 遮去支持。我想这看第一点，伫台湾人无投票，投票权嘛，所以讲投票应该是美国人会来决定。台湾人你安怎想吼？这甲美国投票这是无啥关系啦吼。我是感觉讲，可能咱爱思考是讲无论讲倒一个人赢，伊甲台湾的关系到底是安怎吼？我即马是感觉讲，这个Bernie Sanders 甲Joe Biden， 也是讲伫外交政策顶头吼。的确，两个人的迄个主张甲迄立场是真无共款，就讲伊的迄个作风吼，伊的作风是非常无共。像讲Joe Biden，就基本上就是咱就知影讲过去 establishment 吼，迄款的主流派，就是讲迄个对台湾咱 strategic ambiguity 吼，战略模糊啦，迄个对中国吼，袂当对伊伤过强的，因为咱嘛是爱迄甲中国爱合作吼。当然迄个中国虽然讲对美国真无好，但是咱的迄个处理爱较理性吼，安怎甲伊迄个引带吼，到即款的即个国际体系内底，当然甲伊做生意会当互伊可能较自由吼，即个会当互迄个中国有中产阶级出来了，所以讲中国开始民主吼，即个咱。过去听迄30-40档吼，即款的迄个话，Joe Biden 可能是安尼，当然嘛有人
有咧讲就讲，Joe Biden 伊家己的幕僚吼，像讲 Eli Ratner 吼，算讲伊主要即个 National Security 的即个 team 内底主要一个人，啊，伊的立场就是对中国非常强的，是，啊嘛是认为讲过去美国包括奥巴马，伊对中国政策是唔对的，有写文章公开来表示讲这是唔对的，是，所以讲迄个 Joe Biden 伊的 team 内底嘛，算讲有想讲。尤其是足核心的这个 team，嘛有像种 Eli Ratner，这对中国非常的强，啊认为讲对台湾支持还非常的强，这款的人嘛伫遐，吼。但是我会感觉讲，迄个即马来看，Joe Biden，伊对迄做迄参议员，吼，到迄做副总统，伊基本上伊的立场都差不多是安尼。我是无认为讲伊的迄个幕僚内底有几若声强的幕僚会当改变伊的想法，吼。啊，这 Bernie Sanders 算讲，迄基本上我是感觉讲，伊伫外交吼，美国传统外交算讲一张白纸啦。是。啊，当然伊有家己的想法，所以讲伊想到啥物，就开始讲啥物。啊，伊认为讲即个物件吼，按 instinct 应该是对的啊。所以讲，迄个就应该按来处理嘛，吼。啊，我是感觉讲，迄个较趣味的所在是讲，伊会注意到台湾的健保。啊，伫美国吼，所有主流派拢袂去注意到台湾的健保。吼。啊，无认为讲迄个嘛，对因来讲，迄个 nationalizing healthcare，吼，这根本就社会主义，这是根本就无法度想象一件代志吼。啊，但是 Bernie Sanders 也注意到，这嘛是趣味的所在。啊，当然有讲到讲，即个要也是中国对台湾安怎着应该出兵嘛吼。啊，这个物件算讲得真明确。我是感觉讲，其实类似的话吼，唔单是 Sanders， 其实20当前即个 Bush 的 Junior 吼。啊，伊做总统了后，伊嘛讲讲 ，We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help Taiwan to defend itself。啊，当然，即个话甲迄美国出兵来拍，来保护台湾，这无共款。伊敢若是讲要帮助台湾，安怎来保护伊家己。啊，Bernie Sanders 是讲吼，啊，台湾是讲互中国咧拍吼，咱来帮台湾吼，这就无共款。战术无共款。战术无共款。但是我是讲，因为一个政策吼，实际上是讲你要安怎来做。啊，伫迄款的迄个时机的时阵，迄处理的方式是安怎 ？Bernie Sanders 当然，伊甲过去算讲美国的迄主要政治人物无共款的所在是讲，伊的迄立场真清楚。是。所以讲，迄个莫怪，这内底嘛有写着讲，迄个 Harvard 一个算讲学者 Steve Goldstein 就讲，伊 deviate 吼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raditional strategic ambiguity 吼，就讲甲迄美国过去的战略模糊吼，即款政策是迄已经。完全无共，但我是讲，即马即过去2-3冬吼，即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即个改变，实际上是讲，迄个美国已经开始对即个战略即个模糊，已经开始来迄个转移吼，到迄个无共的一个战术。啊，我是感觉讲，其实即马吼来看，毋是讲即个 Trump 哦，也是讲迄个 Sanders， 讲迄个 Biden。伊对美国内底安怎，所以讲咱啊，伊对台湾安怎，所以讲咱要安甲支持。是讲无论讲倒一个人当选，咱爱找一个方法，甲因斗阵合作。这个台美关系维持。咱想的是即款的方式，毋是讲啊，这个人一定是安怎，迄个人一定是安怎，咱都一定爱甲支持，还是讲甲反对。是。所以要考虑的就是这个未来台美关系实际这个作为啦吼，再来关系着，毋是讲你一定爱支持谁啦吼，就是讲实际，无论是这个民主党还是这个共和党，谁会对这个台湾这个咱的这个立场徛较好的，咱是支持这个政党啦，毋是支持这个个人啦吼。咱就是支持选出来的人嘛。是。咱无法度迄个来讲一定爱安怎吼。但是就是讲，咱爱找一个方式，即使迄个人吼对咱足歹的。安怎来甲伊合作？这就是这外交内底是一个上重要一个迄个记忆啊。有影啦吼。啊，继续咱请教这个咱讲的天灵啦吼。像咱这个支持这个 Sanders 头拄嘛有讲着吼，对这个少年的即代。啊，你若讲，因为你伫台湾生活2年外啦吼。啊，伫遮看到过去这个川普，台湾人对川普的这个感情，还是讲台湾人看川普，你的看法是啥？啊，对 Sanders 进前头拄仔讲的吼。支持咱这个台湾的这个健保也好啦吼，另外讲也是中国要甲咱出兵，伊会倒挺台湾，你安怎看咧？对台湾人的这个情绪来讲，咱来看Sanders 迄个历史甲伊的经验，譬如讲伊做参议员的时，伊拢是投票去支持迄个台湾关系法，支持迄个。台湾旅行法是搁再讲，伊顶礼拜伫即个60分钟的封边，伊是讲那是
伊要保护台湾。对迄个台湾人是安怎看 Sanders 甲 Trump？即个我感觉即个真复杂，就是因为真侪人伊伫台湾甲美国拢共款，伊听人讲迄个社会主义拢听日少，是拢真假。毋过咱看Sanders 所支持的立场，并毋是啥物互人应该互人惊的代志。伊支持的政策真侪拢是台湾已经有的，譬如讲全国医疗，譬如讲互邮局提出基本的银行服务，也是讲对美国真好嘅人，是可以税更管，是更加管，好野人的这个税，美国所以伊的政治立场实在无遐尼积极。真侪人拢是讲哦，Sanders伊受过积极，伊受过反叛。毋过咱美国人看伊安尼全生命主张细汉的事，拢是为了一半人的生命伊拍拼。所以人看伊安尼实在互人真甘心。是，所以佫讲到这个。咱讲对台湾的这情绪也有啦吼，咱看这个 Sanders 伊互少年人支持的这个立场也有啦吼。咱回过头要佫讲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政策，甲对台湾的这个政策啦吼。咱讲拜登吼过去吼是较行这个甲奥巴马同款的这个中国这个事的这个部分吼，认为讲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应该是这个 engagement 吼，甲伊做伙共识啦吼，甲这个 integrate 啦吼，就是融合啦吼，甲这个中国。带到这个国际这个地处内底去啦吼，但是安尼来看，就是讲Sanders 甲这个拜登遮啦吼，这个相对这个中国会较优先，还是讲较对台湾较无优先？咱美行姐安怎看？我看吼，美国总统每遍选举的时吼，大家拢会攻击中国啦。拢喊甲真大声了，对。拢喊甲足大声。是。问题是以后你安怎做？你安怎讲？是。Clinton 迄阵去中国的时，伊安怎讲？吼，实在你做啥物款？是。若要讲，即个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咱伫美国的台湾人，从到大拢是民主党。是。我本身嘛是想，阮兜的人拢支持民主党。毋过足侪人即摆拢 switch 去共和党。吼，这原因是因为当然对台湾。因为这川普吼，互人看到讲，伊有迄个执行力。川普要讲起来吼，真侪人吼作业伊吼，因为伊讲话，互人感觉伊做无品。是。Not decent. He is not a decent person. OK. 好，毋过你要对这个罗马国家像对中国，吼，也是这不择手段的这个国家，你要安怎对付？你对北韩要安怎对付？我看川普伊整个的那个战略，伊拢有在计划啦，有在计划，真长的安尼按。伊这计划对咱台湾拢足好的。好，还是甲咱当做一个提案嘛。朝鲜吼，英国的美国总统朝鲜吼，真是这样，拢讲要和美国总统见面啦，我咱买嘛。我本身做伫国际外交做足侪档，我参加足侪国际会议。互我的感觉，足侪政治家是假冒伪善，吼，嘴咧讲人权，咧讲安那样，咱 WHO 的代志就好啊啦，嘴安尼讲那个联合国是 big family for every person， 台湾是安那 exclude， 所以足侪代志，互我感觉足失望的啦，吼。伫开会时拢讲啊一大堆，实在做无做安尼。所以美国吼，我感觉讲川普他有做很大很大的改变。是。足大的改变就是吼，伊为多边主义，英国拢是像联合国这个一个多边嘛，吼，也是 NAFTA， 吼TPT 吼，像做这个拢是一个迄个 TPP 啦 ，TPP。这拢是多边主义，伊拢感觉这对我无啥，对美国无啥物好处。好，我感觉 Liberal 有很好的理想，我嘛是啊，少年人大家拢有理想啦。
唔过你哪一个国家已经美国的债务这么高，它的债权人最大的是中国。中国，我若去美国的时，我看得卖物啊，全部拢是 Made in China。你美国你当时要倒，你唔知影。中国伫17党内变做世界第2大经济大国，而且它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国家，伊无照国际的这个法规来咧行。所以川普我感觉讲伊做一个足大的改变。所以伫美国台湾人足侪种 shift 变支持川普啦。虽然哦，我和美国朋友迄个有诶为美国回来嘛，抑佫有在debate的即个问题啦吼。因为川普在讲话，有当咱看到实是，有若袂啥关系。无啥关系啦吼。袂啥关系。但是这个比率悬吼。所以你要讲这吼，你讲。共和党，老实讲，共和党有一寡拍的是我嘛袂赞成，像迄个支持迄个枪案吼，反对同性恋，这我嘛袂赞成啊，吼。但是扣到这个台湾，毋过对国家的利益，我甲伊有甲美国国家，因为你美国无强吼，咱台湾实在是无法度啦，吼。台湾因为伫美国的眼中，那是一个足够重要的国家啦。台湾若失去日本、菲律宾，遮拢是会失去。所以伫美国眼中，台湾足重要。美国若无强，咱也无法度。所以美国我讲我是主张去中国化啦。毋过中国人有一句话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本身你无强，美国本身无强，你要安那来含你的对手拍？所以伊即摆甲中国做伊第一期、长期上大的战略对手，这是足对的。所以整个布局，国际上的布局，你像叫 NATO， 你爱加出偌钱啊 ？NATO 现在美国出70%的钱，北约。还有韩国、日本，伊嘛叫伊着爱加军费爱出，你袂使甲咧靠美国尔嘛。所以我感觉吼，川普他讲迄个话吼，那欧洲的人看到有哪种没关系啦。吼，欧洲的人有的朋友伊会甲我讲政治，就要甲我讲啊，因是做个川普啦。毋过吼，伊对台湾真好，伊感觉伊对整个政策、整个国际的这个布局上吼，伊对台湾真好，就是讲。其实呐，我本身我个人，我甲俄罗斯已经变小啊。伊对俄罗斯那边较友好，没有什么错误的。欧洲的俄罗斯应该欧洲的国家去 take care。是。吼。所以咱讲，嘿，台湾他应该在一寡问题把它去掉，减少。来专门来对付中国。有影啦吼。这个对台湾是最大的。是，所以徛伫这个国家利益遮吼，咱。是啊，我讲真侪这个台美人已经自这个民主党刷共和党。即摆已经有 Trump for 迄个 President for Trump 的组织，台湾is for Trump 已经有迄个组织出来。其实阮去美国差不多50党啊，阮的 family 去遐50党，一直都是支持民主党的。是。直到最近，较改，因为美国伫学校内底就是 liberal education， 是，所有的教授就是 liberal 是很有理想性的，吼。所以毋过即个即个美国的迄个就是迄个司法院啦，吼，我是听讲80%的人，迄个 donation 拢是互民主党，吼，State Department 嘛上款，大部分嘛民主党。那咱咧讲，外交部拢国民党相关意思。是，所以咱就来看讲吼，这两党啦吼，咱讲 Trump 对台湾这个态度，甲咱来慢慢看，就是讲民主党候选人对台湾的态度啦吼，就是讲咱过去嘛知影这个。咱 Trump 啦吼，是这个电视的这个名人啦吼，商人啊，较早伊的这个口号 slogan 吼，做 American Great Again 啊 ，Let American Great Again， 当阵就是当选着因这个美国第45任的这个总统，这届嘛公开表示讲吼，应该这个对中国吼贸易来这个瞌睡啦吼，互这个解读是这个讲中国对中国的这态度是更较强硬啦吼，伊这个副手 Pence 伊嘛讲吼支持台湾。捍卫这个争取无容易的这个自由啦吼，所以看到这个 Trump 对台湾啦吼，自这个咱讲去年是这个台美断交40周年这个部分，但是咱看到这法案真正是对台湾是较有利的这个部分啦吼。另外要来带大家，佫看到这个民主党候选人对台湾这个态度，咱看到这个拜登啦吼，就是讲过去伊的这个总统就是奥巴马对中国的这个政策，就互看做是较温和派啦吼。
拜登嘛是互看作是较立场较亲中的这个部分。2019年呢，美国反共的这个民意较悬啦吼，就是讲改口吼，对中国爱较强的啦吼。伊过去嘛讲这个战略，头拄嘛讲吼，较这个 ambiguous 啦吼。另外看到 Sanders 遮吼，伊是这个 Vermont 这个参议员，伊反对美国介入任何他国的这个事务啦吼，嘛因为这个反战反对台湾这个军售啦吼。另外媒体问到伊中国武力那拍台湾的时阵，这个态度都一定要较明确，互世界知影，袂这个无甲插啦吼。另外就是讲这个过去这个 ambiguous 部分，伫遮就看较无啊啦吼，就是伊的这立场都较过去较无共啊。所以咱搁回过头来问委员啦吼，就是安尼看起来，这个头拄仔嘛有讲到。这个对共和党、民主党甲共和党的这个人真济啦吼，中国即阵对共和党的立场咧？我相信吼，这中国即马伊知影讲创本身的这个政府吼，对于中国的立场真硬嘛。是。所以当然即马嘛咧观察到底民主党即两个吼，到底是谁出来吼？因为我是讲中国对迄个美国的处理，一向都是拢找伊伫美国过去伊所结交这朋友吼，尤其是有讲像讲即个汉普森吼，王岐山遐过去遐伫 Wall Street 迄边内底的人，所以我会感觉讲迄个中国会先去处理迄边，透过因的关系开始来影响美国政治。但即摆咱咧讲这几任总统本身吼，我会讲迄川本身敢若参与一个，我讲 mix， 伊是一个 he's everything for everybody。所以讲，迄个咱看到，创一个政府对台湾通过真侪物件，迄个对中国非常强的，对台湾非常友好，做真侪真确实的代志。但另外一方面，创伊一讲到安尼讲，伊上好朋友就习近平。对，我习近平我最好的朋友哦，伊即马伫三不五时就甲恶落一下。对武汉肺炎嘛，甲伊讲哦，伊中国做了最好的哦。迄个Trump伊当然有敲电话互伊，甲蔡英文有敲过电话，但是了嘛讲，了我迄个要甲蔡英文讲过，要讲电话，我袂先爱看这习近平的意见。所以讲吼，这伊有非常无共款的这个物件。我是感觉讲对台湾来讲，咱 enjoy Trump administration， 讲 Trump 这政府本身对台湾的政策，迄个unlucky manage 甲 Trump 本身的关系，这是。当然，这是咱爱处理一个条件。也是讲迄个拜登，我是讲伊都是正传统的一个美国主流派的人。但是我必须爱讲，就是讲这2、3年美国的这个对于中国政策改变了非常的多。共和党甲民主党拢感觉爱对中较强的。所以变成讲拜登吼，伊过去这个立场，即马反倒在感觉讲这样就软，还是讲迄个较软者，变较软者。过去伊迄个是主流哦，即马毋是啊。也是讲拜登无去感受到即款的改变吼，会当真正 fundamentally 去做伊的即个战略顶头的定性的思考。我会感觉讲，伊伫即个所在会互人攻击个非常厉害。Sanders 主要是讲伊过去真罕伫听到伊的迄个外交政策，所以讲伊根据伊的迄 instinct， 伊的直觉吼，开始讲到遮个物件，感觉讲听了真爽快啊。但主要是讲，伊过去拢是政治的边缘人 ，fringe， political fringe。所以讲，迄个咱伊是 untested， 咱讲伫迄个非常关键的即个所在，到底伊决断是甚物款的物件，咱较罕去看到。虽然讲Sanders过伊做参议员做了真久，但是因为拢是 independent， 所以讲伊无做过任何参议院内底，算讲迄个 Judicial Committee 啊、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还是讲 Armed Committee chair， 还是讲 ranking members，所以变成讲吼，伊的即个发言。也是讲伊的迄处理，甲美国政府算讲伊关系变成较疏远，会当互迄个Sanders会当讲伊家己想要讲的话，但是毋免去负起即个到底伊的话会任何效果。所以我会讲即马，所以讲对Sanders来讲，依然是来观察啦。迄个大家爱看就讲Sanders伊除了讲伊即马刚有法度即届迄挫败了，犹原会当迄个算讲重新搁过来。另外一个爱看的所在是讲伊的外交政策迄个无聊是甚物款的啦。是，所以咱讲吼，关心到这个美国这个初选吼，民主党的这个初选，内底侪人的这个看法有真侪无共，有的人徛伫这个国家利益的看法，咱讲天灵吼有徛伫这个伊对家己这个家乡这个心内吼，少年人对这个国家环境的这个看法啦吼。所以咱嘛看讲，侪人有侪种这个看法，但是讲咱要安怎去判断讲这到底是好无吼？咱有这个4个人吼，因
对这个初选因有因的这个分析啦吼，咱来看到讲严泽雅这个部分吼，伊讲2020美国大选保持中立就好啊啦吼，啊应该甲这个所有美国人吼保持这个真好这个关系哦，而且咧这个毋是敢若特别吼优先 Trump 这个人吼，啊这个台美关系是较这个升温，但是这个甲 Trump 个人关系是无大吼，甲国会这个关系较大啦吼。咱讲这个遮的友台法案吼，拢是这个 bipartisan 的这个共识啦吼，这个共和党甲民主党拢支持啦吼。咱等下嘛好讲到这个台北法案这个部分，另外咧讲到这个美国总统初选的这个部分啊，咱讲到台湾这个大学历史系这个访问学者 Bill， 伊讲吼外交政策伫咧各国的总统选举内底拢毋是吼左右选情的这个关键的因素啦吼。美国选民就是咱头我讲的，较关心可能有其他这个议题甲健保有相关啦。另外，咱看到这个费城这个地区这个外交政策研究所这个主任啦吼，这个 Jacques 伊讲吼 Sanders 若是讲中国武力要来侵犯到台湾吼，绝对袂看袂起啦吼，就是讲会来出兵啦吼。另外讲美国认为讲中国无伫咧起无空的这个情形下，对台湾吼这个当用到这个武力的这方式，美国就会出面来这个干预。啊，美国是支持伫两岸关系头顶吼无破坏和平，也是讲挑起战争的这个一方啦吼。另外，咱嘛看到 Harvard 这个台湾研究小组这个主任 Steven， 伊是讲啥咧？伊讲 Sanders 的发言甲美国这个战略无这个 ambiguity 的这政策吼，较无共款啦吼。美中关系困难的背景之下啦吼，伊可能想要建立出一个支持自由民主的这个形象啦吼。其实咱头拄讲到真济啦吼，就是讲到头拄这个 Trump 过去伊是对这个美中贸易战吼先发起的人吼，但是伊尾手佫学到着习近平啦吼，伊这个对中国的政策也好，还是讲这个对中国的立场吼，其实嘛是有小可有变动啦吼。啊，但是咱看到这回是这个众议院啦吼通过着咱头拄讲到台北法案吼，这个意义是啥物咧？尤其咱讲众议院即阵是这个共和党为多数啦吼。头拄咱嘛讲到共和党甲民主党即阵拢徛起吼对中国较强硬这个态度啦吼。先来看讲这回是415票啦吼，对0票吼无人反对来通过这个法案，先做伙来看。These great people. The Taipei Act strengthens our relationship with our partner Taiwan, and it does this without spending a single U.S. tax dollar. 美国联邦众议院伫咧初四下昼就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加加强倡议法案，简称台北法案做表决。这项法案伫去年由参议员郑德纳等人提出，参议院已经伫咧2019年10月通过。将期的版本是以参议院版本小可做修正。共款有强化甲台湾的关系，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严格进前的签署 FTA 文理是解决加强经贸关系这个广泛的文理来取代，得到415票压倒性的通过。Bill is passed and without objection. 伫众议院通过了，一共需要经过参议院达成版本一致，才当送交予川普签署。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发表声明讲。伫今仔日甲每一天，国会会继续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就是美国甲台湾徛做伙。总统蔡英文伫咧吹过接见 AIT 主席莫健的时阵，特别感谢美国以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非常感谢美国国会友人对于协助台湾巩固邦交、参与国际组织以及增强台美经贸关系，以具体的行动来表达支持。During President Tsai's second term, we will redouble our efforts to expand Taiwan's participation on the global stage, a need exemplified by the ongoing spread of coronavirus. 目前也讲到台湾伫这边防疫处理的透明度加典型的表现，也进一步展现台湾民主的实力。李总统除了希望台美会当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强化双边的贸易成果，也再度强调。台湾有意愿要能力甲国际社会做联合作，为对抗疫情做出更较侪贡献。也希望台湾伫咧国际参与上有更加公平的对待。记者综合报道。真正这个Taipei Act 吼，伫国际参与吼，过去咱讲旧年啦吼，咱吼这个中国的打压吼，断真侪这个外交的邦交国啦吼，所以这个法案咱搁带大家做来看吼，以后做 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啦吼，就是讲盟邦之间吼国际保障甲强化的倡议法啦吼。啊，这回众议院通过，啊尾啊爱等这个 Trump 来这个签字啦吼。啊，重点就是讲吼强化甲台湾官方甲非官方的这个关系。另外嘛鼓励这个台湾参与着国际这个组织啦吼。另外嘛要鼓励台湾吼尽早来签着这个 Free Trade 这个 Agreement 啦吼。另外咧，上具体的这内容就是去支持台湾和世界其他国家强化这个官方甲非官方这关系啦吼。啊，进度就是讲，咱去年10月已经参议院通过，啊3月初4通过这个参议院的版本，再等于个众议院啦吼。啊尾啊会到这个总统 Trump 来签啦吼。所以伫遮咱继续来请教美行子啊吼。过去咱嘛伫咧这个美国众议院啦吼，这个外交委员会有做过这个听证啦吼。这回这个台北法案这个意义，咱搁甲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啦吼。真正是真大这个突破啦吼。是。我感觉这3年来吼，伫美国一寡法案通过吼，对台湾都有足大的意义吼。伫美国含其他有真侪国家拢对美国啦，就是讲咱5个重要的政府官员，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吼，即个拢袂使去即个华盛顿 DC、加拿大安尼吼，日本嘛安尼吼。啊，所以有诶足侪人民拢毋知影，我一遍捌甲一个加拿大诶一个记者甲伊毋知影，因拢惊一跳，讲这也袂使，所以即个像旅行法案足重要吼。啊，佮一个足大诶意义，你头拄咧讲，我迄阵伫迄个国会即个听证会，迄阵是台湾抑佫毋是一个民主国家吼，所以迄阵。抑佫是1980时代，就是安那突破来，咱的障碍是伫对吼。咱迄阵我是指出2项，一项就是国民党的东山，啊，佫一项就是迄个省级的迄个无歧视啊，是讲分配不均啦。因为所有的即个将军啦、大学的校长啦，啥拢是大官的，拢是。为二次大战以后，为中国大陆，所以这造成社会分裂嘛吼。毋过今仔日咱面对的即个，就是即个国际组织的即个参与啦，吼。啊，佫一个咱台湾人尊严的问题，咱拢互叫做 Chinese Taipei，啊，台湾人家己安慰讲做中华队。什么叫做中华队？中华队就是 Chinese，吼，中国队啦吼。啊，即马我感觉讲即个 Taipei Act 吼。有一项除了讲爱加入这个国际组织，一项讲巩固邦交。这起码伫台湾，我感觉有一个问题啦，和美国就是讲，这巩固邦交，美国是毋是支持咱用中华民，就是讲中华邦交国拢是承认中华民国啦？还是要用台湾的名？吼，还是台湾啦？是。吼，啊，是毋是即摆咱总统讲是中华民国台湾？美国伊的所有的拢是叫台湾，毋过伊讲巩固邦交。我捌和副总统杜秀莲前副总统出国，因迄个邦交国写一个 sign Welcome China，Welcome Chinese。OK， 我看咧，实是拢做袂惯势啦吼。因无毋对啊，吼。所以你即个台湾人真相当真 care 的代志是讲。我的命，我爱家己选嘛，吼。啊，毋过伊即个巩固邦交国，我知影讲伫历史吼有真侪中国的即个民运人士，也是讲反对即个 CCP 共产党的吼。因伫遐有来做真侪即个游说工作，因拢足支持台湾啦，吼。啊，拢这个法案，因拢非常支持。啊，我也捌真侪人，因拢颠倒会甲我介绍一寡关系吼。毋过因。这个中国人伊是甲台湾看做，就是和美国人是看成民主的灯塔，吼，台湾是中国的一个模范，吼，啊，你是 Good Chinese， 吼，所以你讲台湾，我要用台湾啊，我是感觉有一点，咱可能爱说服美国人的，就是讲，你甲想讲美国为英国迄个独立，你看英国和美国以后关系这样好，伫联合国变2票嘛，敢毋是安尼？吼，变2票，
两个关系非常的好。爱甲想讲，你中国、你台湾，我若说台湾家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事，你若对我好，我嘛是对你好嘛，相款嘛，对毋对？你对我歹，我哪有可能我要和你做伙？好，所以这个巩固邦交国吼，我是感觉含咱即马台湾一寡人的努力吼，是有一点迄落无相款啦，有一点冲突的所在，因为台湾人。今仔即大位在旅行咧啥，拢遇到足大的问题。是。吼，敢若摕即个 passport 吼，我迄日啊打听，有人讲你即本 passport 假的，应该 people 应该是你怕被people 说迄个啥物 China，毋是安尼啊，拢常互叫去问吼。所以拄着即款的问题要安怎去是啊，所以毋过我感觉吼，安尼啦。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公理的国家。是。咱台湾人本身的心声，咱台湾人爱安那，咱爱讲啊足清楚。吼。台湾人的意志。咱台湾毋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足希望咱的领导人，咱的拢爱讲出来。从来不是中国一部分，为什么今仔日中国一直在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咱那拢无人在反驳，政府那无人反驳。是。不过，咱那爱讨论美国刷落来的总统，会当做什么代志来帮助台湾？阮嘛爱看伊的名声，因为对美国这个角度，是 Sanders 还是 Biden 还是 Trump， 伊对台湾甲中国的办事的了解无遐尼深，所以上重要的都是看伊爱请什么人来甲伊斗相共，来处理这个中国的政策。搁再讲，阮若是看美国的历史内底，是什么总统有名声，才会当甲中国建立关系，甲台湾登高，伊毋是登高，毋过关系较无遐。嘿，就是迄个 Nixon，伊嘛是共和党。下一人会知到底是即个共和党的人，爱甲即个共产党的中国建交，甲开始有，毋是建交，是开始有更较好的关系。所以那是Sanders， 因为真侪人一定后壁讲伊是啥物 communist， 毋是安尼，毋过即个名声有可能加减有影响。所以我想安尼啦，政府和人民无相款啦，吼。咱政府外交部我捌伫内底吼，两边共和党、民主党。拢爱请因来台湾，才国会议员。是。重要的是要拢爱，因为任何人来到台湾吼，对台湾拢有足好的印象。你甲看遮最近在支持的人，拢捌来过台湾。Rubio 啦吼。嘿，所以两党若以政府的立场吼，是两党咱拢爱去和伊接触，吼，互伊了解。两边拢爱请伊，这是外交部一直有在做的工作，用咱正努力在做的工作。吼，毋过你若讲。台美人伫美国，吼，当然伊是美国人，伊就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啦。是，所以这台美人的这意向嘛，牵涉到咱头拄讲的这个2020年啦吼，即阵是这个美国大选年啦吼，所以咱个最后请委员来讲啦吼，就是讲咱头拄有讲到 Taipei Act 这个意义，头拄啊咱的美行志也嘛有讲到吼，一个重点实际做法啦吼，也是要用什么款的这个名啦吼。咱会当安怎去看这个法案对台湾这个影响？虽然是讲较正面，但是咱过去嘛有讲伊负面啦吼，可能是 free trade 这块嘛，也有疑虑伫咧啦吼。我想吼，这个台北实际上伊迄个会造成一个影响是讲，当然迄个这个要安怎做，是看美国行政部门安怎来处理嘛吼。像讲迄个 Taipei Travel Act， 伊过去通过时阵，嘛有人讲迄个这实际上毋免通过，美国行政部门安做，但是所以讲通过这敢若参像咧骗笑的。但实际上，咱知影讲，咱即马吼，咱的官员会当，咱的迄个内阁部长一个官员会当直接入去白宫内底去开会。吼，敢若是有的时阵吼，无真侪时阵无要对外口公开，是。迄个因个旧年吼，国务院长互一个郑文灿啊，还是讲市长吼，伫白宫内底回迄上互人知影一下。
但实际上迄个 level 是更较悬的。啊，但是算讲台美之间的这个默契吼，就卖对外口来知影。我是讲，这都是应该就台湾 Travel Act， 阮迄个伊可能一个所造成一个结果。咱即马嘛看到，就讲美国起码伫迄副驻青的这个层级，啊，即马应该有可能到迄个驻青层级来到台湾会变成非常 regular 吼。算讲正常化啦，吼，啊开始一个咧处理。我会感觉讲，所以即马即个有关台北案吼，主要的部分是讲，伊互国务院咧操作，包括讲安怎来帮助台湾人的邦交，吼，啊也是讲迄台湾国际参与。即马伊开始有对其他国家来讲，我即马对你要求，是因为国会即马有一个法案，伊算讲有一个迄个钱啊，伫我后壁，我一定爱做，我无安尼来甲因处理吼，我都会互人处分，所以讲算讲互国务院有一个正大的 cover。啊，伊即马咧做时阵就讲，这毋是讲 out of my own will，这是迄个the law has required me to do something， 吼，变成安尼，所以这是一个在操作上面会造成的一个结果。啊，另外我是感觉讲。迄个虽然讲 free trade 这个部分吼，伊这众议院的这版本算讲较弱，比参议院版本较弱。但是讲这嘛反映到讲众议院伊本身，尤其是 Sanders， 因对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有一个保留，所以讲因的这个议员算讲反映伊对这个所在一个算讲疑问，但是犹原把这名刻入去，表示讲伊对台湾的经济的关系要甲伊迄个提升，这是一个共识。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感谢，多谢，多谢，谢谢。